的养老的单笔中门上，你3年这个自己呢，你这个事呢，干这个么事噻，下这个事呢，不这个么事噻你，3年这个事当差到了，这个差到跟他们讲的有了，那把这年当家呢，想着嘛了喽，跟亲养我也呗，俺我都多人呢，我看到个人了。说的是年这个年的小包，那看到多人有关这也哪有的？现在对不了，各城家领导讲呢，跟新疆我也比人力去么，跑到一家亲人，你平时还啷个现象？他当一头过没那没干啥的了，他老母这了没那没这就是了。你我们做没那没那个三千斤了，那还你可以挖过来了，后来你修来了，那是那有马牛来着了，但有没事就是了，啊，咱现在基本上要丢，到城家领导讲呢，这些呢都有了，真正养活也把商业嘛老肉这些这都这个生意呢，都跟那个现在俺家有了，都有现在生家有了。也是这难道有了看不那么对了，这一张价格了，下这个是价钱了，跟前几毛年也在，那个时候上班各个都好用了，这一张价格，下这个是价钱的呢，那个干了那个几十都好用了，现在基本上要丢，都成家领导讲呢。看见到了都混家了，讲不混是2把了。这现在马路多少人啊？我想我们多少人呢？我说隔壁多少人呢？小你妈老让上个，他这么的呢，是他的有事，弄多的有事。那们个干嘛呢？是这东西我有丢。也继续干这有了。我也继续干这的呢，我们个穿这个各都好的我有丢，那也继续干这的呢，看人家上过的没让就说这个海地的呢，那也继续干这个的，也继续干这个呢你，我说这个海地那个，我什这个呢哪买呢？但什这个呢土买呢？像你妈老人跟亲家我说把。看那东西，路很好些的呢。兄弟三那个他还钱嘛没有，当最些个公安钱嘛没有啥子。咱哪些那个我这么年那个我就去说干这个就现在就这么样丢。到城家里现在这一张加工的那里送的白家，像你妈老人个干嘛送钱？送的别和你担心。哎呀，这别人的汉人那是，像你们老人个什么送菜有啥子路，我让就找这个来的人，都小鸡皮能给人。你们现在对不对？然后就，我也给小干的呢，跟前那里他这鸡呢，他们那呢，我跟前老妈看那东西，路很好些些的，那是给我也拿。但曾经你当前呢，像你们老人送个什么送菜？送的白件，